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市的交通警察大队宣导交通的安全，特别邀请到小网红阿某某用尽讨有的台语教导阿公阿嬷安全过大路。阿公为着要让阿某某会当正确来念出一寡交通专用的台语，警察当然是真费心。过车路爱穿浅色的衫，阿某某用台语来宣导，有够古锥，阁真趣味。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邀请阿某某做伙做宣导底片，要用伊古锥的魅力去引大家注意。到马路的时候，多看两眼，因为毕竟万一有一些闯红灯的。另外呢，我们也不要任意的穿越这个马路。头一个影片是和阿某某用古锥的台语教阿公阿嬷安全过车路，包括过车路爱行斑马线，早暗出日爱穿较浅色的衫，倒边正边拢爱看，讲唔通赶伫青顶行等等4个主题。伫宣导底片当中有真侪专业的用语，佮爱用真正港的台语来讲，真无简单。内轮差怎么讲？内轮差是内轮差啊？那行人穿越道是国语啊，可是那他台语要安怎讲？是叫做斑马线还是斑马线？这个影片的设计拢是警察想的，和阿某某做伙合作的影片，阁有真侪拢会伫8月份开始现光，和传统的交通安全宣导无共款，会互大家感觉真特别。